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反数看福起来，喺阿面头刘浩明。听我哋身边其实我哋常常看到几多人，可能我哋唔知伊哋做乜事情，但是伊哋点点为我哋嘅社会贡献，为我哋嘅社会去付出。虽然伊能做嘅事情几多人，然后伊做嘅事情，我感觉到讲，奇怪，我发现讲，做乜人好好做安尼事情咯？但是咁都冇伊哋嘅话，我哋社会有几多嘅角落嘅人，都冇俾伊发现。我哋今日要讲嘅故事係我哋屏東嘅女僕嘅愛心書慈善會。我哋邀請到伊哋理事長嚟現場，亦同人講，當初伊哋做乜愛成立我哋嘅愛心書慈善會。我哋馬上歡迎我哋理事長鍾玉徛嚟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鍾玉徛。阿徛，其實我提供算是第一擺來到我哋現場啦，但是對我哋嘅觀眾朋友就第一擺看到唔能係咪同伊哋，睇下唔知講去紹介一下唔知講好冇？好，我點解睇屏東縣女僕鄉，睇沙屯發言屏東縣愛心書慈善會，做擔任啲理事長嘅一個職務。我哋工作內容大部分都以社會福利來為主啦，然後來推出一條弱勢團體。因為我哋提供其實愛心書慈善會算是成立嘛有一段時間嘅啦，其實我哋做乜第一擺看到有開嘅時間嘛，係聽我哋咧農會嘅工廠地位，佢哋頒發通，然後人家講，入邊理事長其實幾年強哦。我其實都想講，一般來講我哋看到某個慈善會啦，某個愛心會啦，大部分都係嗰種我哋講社會賢達，有冇？譬如講伊工作做為啲天嘅成就以後，伊當撥一些錢，冇得撥一些錢，然後喺伊做一些慈善嘅發通啦，做我哋嘅社會企業。但是我特別看到阿徛嘅時候，發現伊年強也按年強，做乜我想嚟做所謂嘅慈善會啦？那邊前同我哋睇下人講一下講，其實當初在成立慈善會以前，你有乜嘅經驗，冇得講乜嘅原因？我本想講，我嚟成立一個慈善會啊。當初我第時間民國99年嘅時間，我喺羅江北平，我都對日本過來，想講第時都照顧我羅江照顧了2個月，第時間我羅江都過身咧，我都想講加我嚟養老院咯，想講嚟學習一下樣嘅照顧一條老人家，一條弱勢團體。看我樣嘅來學習一條知識啦，看看咯可以樣嘅來幫一條弱勢可以得到較好嘅服務，等到我實施達到一個環境地步嘅時候，都發現到其實我哋社會上嗰度安尼適逢善事，已經揀出來嘅東西，到一條單位嘅時間，冇確實同一條資源送到一條需要嘅人嘅書房，所以講。我都想講，啲時都打算講緊，我都乾脆我都出來，同一條資源收集方以來，我來分批俾一條真正需要一條物資嘅一條弱勢團體。當時我都先開一間複合式餐飲，啲時節都先對一條獨居老人，個一條弱勢團體。我都先用送餐的方式，用愛心餐的方式，先來照顧伊哋嘅生產，一部分冇問題以後，我哋再來改善伊個環境，所以都安尼一步一步都見安尼。嗰時一開始，如因為老蔣嘅事情，照顧老蔣以後，我發現到講其實照顧老人家係一個幾專業嘅技術，同時嘛幾多嘅人嘛唔知講，其實我哋社會裡邊有幾多嘅老人家去聽書。告訴用嘅方法，因為入邊原因以後，可能都開始去學習一部分嘅照顧嘅過程裡邊，你會發現到講，其實我哋有一啲物資的分配的問題，物資的分配嘅問題。告訴你對一片可以開始算是人嘅第一步，然後慢慢地開始如講送東西分配，資源分配，然後喺度開始去聽做其他事情。但是睇入邊問題以前啊，想問就講。照理講，你這個對日本過來，老蔣過身以後20年，有幾多人都講，家下嚟講我都過去人來日本，人來工作，人來生活啊，冇得講，我都去做別的事情啦。我嗰時就會想到講，我去老人院去工作，同時學習去照顧老人家咯。因為當時
罗种过身的时节，我妈妈都有忧郁症这种状况出现啦。啊，我哋两兄弟都摕外地做，拢摕到外地做事，甲妈妈都同我讲，甲可能可以留下来摕女仆的毛。啊，迄物我想想啊，安尼嘛好啦，反正以后还是要顾到女仆的来。啊，你想讲，甲你留下来，咱会去养老院请一份工作。一部分吼，我体育地讲，即家伊咧安尼情形吼，但是我想我今日想我问伊的问题的心态的问题，啊，你心情上的问题，因为像有的人就讲，做嘛伊无办法做善事，伊比讲，照顾即家爸爸妈妈是另外一件事情，吼，伊我哋即家要路卡要从一个我哋太人啥嘛，吼，其实这都真的都无嘛好言谈的，但是照顾骗人的老人家有另外一个心情，咁伊其实就让我想到讲，照顾路卡老人家都说，你有冇想过，要不要伊听出骗人的老人家？啊，当然，我哋有能力的话，我哋当然我哋都可以听数多的，我哋都去听数。但冇想到讲几明件事情，几日来的事情。冇错，虽然讲我像我做按照30来以后，我又发现到嗰度点解后生的观念，我想讲啊，睇人啥系政府的事情，唔免一定私人的事情，所以一个观念其实对我哋对 PS 节，我哋感觉是对细路安的教育方面来讲，当然睇人啥向我哋睇，我哋要向一定道路。啊，点解安尼观念嗰种冇继续宣传的啦？啊，变咗讲我看到嗰度来同我哋请我哋听书的，大部分都系本私人的放弃的，都全部跳本政府。啊，政府的能力有限，政府能力有限的是一个时间，我哋民间的单位可以配合，我哋都去听政府配合。啊，当然讲，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私人的鼓来。啊，当然我做安了以后，发现其实我哋去听书久的私人的鼓来的时间，有时过来老人家时候看到，老人家环境变好的。资源嘛有，一定都会去问老人家讲，唔同的状况让我转变，后面你提供有民间也有资源去听书，变得讲也有生意呢，一定都会回头我来想，后面应该要一定来照顾自家爸爸妈妈，不应该提定跳本政府安尼。那你一路上做到今日，差不多多年了？今年迈入第5年。第5年。咁后来嘛有做廿咪嘅头多讲嘅餐饮嘅承担。做餐饮差不多第2年的时间都属迄个，慈善会成立第2年都属迄个，因为当时都因为案例越来越多，这时间我哋女仆这是开一个新的夜市啊，夜市啦，我哋讲的以前讲的上站啦，这时间人客都改多。改多时变成慈善费也有无限，传统有无限。当时我妈妈都过来听书的时间，应该系铁桥的啦，迄面都送急诊以后，我妈都同我讲，甲叶量的，已经无法度做量方式，唔如专心可能去做那个。迄面我都想想啊，当初我成立一个基金会的时间，系因为资源唔啦，你想讲甲先开传统，点解已经已经申请一个社团法人，社团法人呢，如以我哋人去成立的，唔使用到很多钱，已经成立的嘛，喺我当初的初衷，你想讲甲我哋如同传统的先不用喺度去，你专心来做慈善嘅部分。过去譬如讲，你这个现在的不用系一定，讲我穿钱的工作，然后一条件一定其实唔会穿钱，但是事情归到我工作。咁当初做一个听的时间，妈妈会感觉用嘅。其实慈善会成立第2年的时间，案例越来越多，资源嘛开始入来，我妈妈看到嘛，系讲甲当然我哋有一份心，我哋努来对社会来做奉献。伊嘛可以支持我，后面呢，一开始还唔支持啊，因为做慈善一个东西，一开始是中间拢系赔钱的啦，
即家腾薪水，传统的赚的钱全部贴入来，后面开始打拼的时间，俺妈都感觉一个事业可以做，都后面都支持俺哋做下。但是至少营养都有点拉过来啊。错。咁像咱来睇成立慈善会都更加一直弄5年了嘛吼，从遐5年的话，它要服务的范围到哪？俺哋服务的范围以屏东县为主，其实高雄嘛有，台南嘛系有啦，不过俺哋希望讲在地化，体验的地方俺哋嘛有认识的慈善会，咁俺哋如果按呢转变一点，有在地的去服务一点，安尼会品质会较好。俺哋服务的像俺哋有环境打扫一部分，俺哋一部分我以内部的为中心，隔壁的也条乡镇有冇，俺哋可以听数多的，因为公司在的职工的适合时间大概冇一天，体验的路上像除非有接到一通爱去恒春的，甲啲距离都是不体验的，职工冇法度按多年下去，那边咧讲俺哋环境整理都只有俺哋内部乡隔壁的一条乡镇有法度听数安尼。对于咧照顾老庄开始，看慢慢的去成立的也爱心书慈善会，更加越做越大。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外嗰度慈善会的故事。翻过来，复起来，上一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内埔爱心慈善会的理事长钟玉克同我哋讲，伊当初做嘛我成立了爱心书的慈善会。阿克我想问一下吼，因为头头天地节目时间有讲到讲，后来去照顾老庄以后，后来又去咧老人的一个照顾单位嘛吼。喺照顾单位时阵，你会发现到讲，其实我哋的社会还是有几多人会建造我哋的物质不一样的单位，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一条物资啦吼，唔伫爱用的去，无你讲无好好的去送本给到真正该使的原因。第二，我哋讲物流的问题，嗰种如对一部分的去问题开始去解决，佢当初唔去用的去解决有问题。当初当然都同一个机构提讲甲能用唔到资源都留本来，为了发本一条事业的人，因为当时嘛有青岛资源入来，比如讲像即食品，像水果啦，也一类的东西啦，哋屏东县农民嗰度，一条资源入来的时间，一条大公司当然冇可能为了一条事情去做一条去分批一条东西啦。我哋时间都会用下班的时间，我都师傅同朋友家伙茶，师傅茶去同一条资源分下去分一条事业的人。咁一部分的问题会有两个，你讲，第一你讲，其实我能够从来我讲，本物质冇办法本得按好的原因，你讲，一方面你讲，其实我哋的物流嘅部分啦，我哋的油钱啦，人工嘅部分其实算是爱花几多钱，东西可能系骗人拣嘅，但是可能自己冇人，冇话你特别的交通工具啦，像讲个火车啦，冇钱去派人去摆到一道东西去送本，真是爱使嘅人喺提的问题。提嘅问题你讲那几多爱使嘅人几多名单由哪来咯？条资料大部分都会同，因为应该成立一个正式的慈善团体，我都会发文本内部乡公所，同公所来讨一条代数、中代数的一条资料，个还有独居老人的资料。嗰一条资料拿到以后，唔係講民意府就送，喺民意府先去函過，看到真是事嘅話，都會提登記放起來。等下喺真是會去送嘅呢條事嘅弱勢團體。嗰時等於你講，這個拿到名單以後，唔係會這個一家去看到真是有事嘅話，嗰條家父然後會去送。因為你能講成立一個慈善會以後，其實會幾多位我哋講朋友啦，志工朋友啦，叫我來參加。咁對人來講嘅話，一般嘅人按樣去參加嘅慈善會，冇你講
参加慈善会以后，以为做嘛个事情？像俺们人家俺们参加俺们的慈善会，一般会对名录上面，个俺们民意乡镇的关怀据点，因为俺像物资较多的时间，俺都会送到关怀据点、民意村的关怀据点也都装批看到俺们在做，有的如果想要参加，俺们也都发通。定假如俺们8一到8五早晨8点到下午5点，俺们那边这个时间这个一排，俺们无限定讲一天要某个时间来。那8一到8五正常上班的时间，有想要来做志工的，也都装批全部都会过来。后生的嘛有的后生的可能8、6礼拜，8、6礼拜俺们无上班的话，俺们如是以8、6礼拜俺们会做特殊任务，也都后生的都会出来。当然，俺们特殊任务，如俺们像俺们讲的去做安尼环境打扫，那个较重的装批无法度做的，如有也都后生的去做。装批一定如平常对俺们去做的，如比如讲俺们像热厝的时间，俺们会送物资，送物资的时间也得物资要包，也要帮同俺们做打包那个通照。送的时间一定如果凭俺们出去。顺便看一下，去关心也着装批，因为着装批同装批较多话好讲。有时俺们像俺一开始的时间，去问也着装批需要嘛个，俺嘛伫讲乡下地方的装批路过快些啦。其实有需要伊嘛快些讲，甲装批同装批摕咧聊天的那个过程，俺们我去谈。比如讲有一个老人家讲，我出去网多样。俺们谈俺们提的，俺们会想讲甲你需要的沙龙 pass 嘛，还是要高？也个如迄俺们对伊的谈话之间，俺们可以去得知的那些资讯安尼。像头头呢有讲到讲，你嗰阵有嗰种研究太子宫平常嘅时间我去听了听书，研究嗰人强嘅子宫你可能礼拜6、礼拜日，伊就会有啲特殊嘅任务。像我哋讲子宫呢以前有子宫嘅训练冇得提供，可能我哋睇下工作内容係乜嘅你即個聽見都講，你即個只用即個時間來安尼伊啲工作嘅內容現人嘅消費以前有子宮訓練安尼東西。像東岸的那邊的子宮一般都先一了先碩士環境，都聽也得總批都也得子宮先做，做我們愛情書是每一年會有一個同屏東縣政府合作的一個子宮培訓的課程，一個課程都一年我哋會辦一擺，我哋如果再邀請也得新的子宮去上一個基本的訓練。其實平常時間聽我哋第一時間我哋都已經有教伊哋咧。像你一個子宮地方睇細地方有印象感唔講到講，伊來嘅時間唔係很人做某個事情，但是後來感覺到講，其實開始擔任嘅子宮以後，又發現到講有冇同樣嘅想法一樣嘅故事嘛？其實一到子宮來以後，看到真是看到嘅比人辛苦嘅人較多，伊看到我哋按嚟去做。伊會感覺講，伊哋心度會較踏實平常睇到卡時間都冇乜嘅事情做啦。行出來以後，看到其實咖啡地方較多可以去做嘅事情。公司請人哋做一啲事情，如係為一個社會去做付出。伊哋看到以後，伊哋會感覺講，我明年出來做安尼有意義嘅事情，伊哋會感覺心度會較歡喜。像人家最大的子宮差不多多少目前迄個最大子宮會80歲。我80歲。錯，不過身體較健康。身體較健康。佢等於講，伊人其實用這個平常我睇到佢聊嘅時間來做來消費地方做一些，伊人可以能力可以做嘅一條事情，同時伊人嘛會提供一啲東西，其實係送俾我哋消費地方。如需要用到我哋一啲物質嘅一啲事情咧，如果伊能發現伊唔每天閒睇碌卡，每日看電視唔係做乜事情，其實對一個社會還是有一定嘅貢獻。可是頭有講到講，像禮拜二嘅時間，工人強嘅時間，我做個特別嘅一個任務，去打掃我哋安住嘅一啲物，像一度去打掃一間屋嘅。
也事情係我哋呢政府單位委託你做哈，還是講你去發現到講，可能我哋要去天數自家去做一件事情。一般來講，像綠卡啊無如係，一般來講如係政府單位轉過來一個案呢，像伊哋長照中心啊、社會處福利中心，也就做唔到，無法度去提哋處理嘅一條案呢，我轉本愛哋，啊愛哋會到現場去做評估，啊可以嘅話，愛哋都自貢，大家你閒啊，啊都停下來，啊需要乜個物資，需要乜個人力，愛哋全部會鋪喺愛哋嘅官網上面，啊愛哋都喺上面募集，啊時間定出來，啊大家你約好，都第二，大家你一起出動，啊都可以去改善一個環境，啊。有的話係私人來通報的，比如講隔壁鄰舍看到一個老人家環境是唔得通過唔得，其實你不會可能，你不會點解已經公司在按呢已經改善嘅，對於我哋13月開始做以後，一到大案嘅細案嘅我哋全部去處理，啊點解狀況已經改善，你不用嘅環境有改善改好，點解就係鄰近的一條鄉鎮，我哋同人哋申請。像你那服務過案件地步呀，你這個有影響過層面嗰種案件嗎？影響過層有，我記得有一年，協議我哋在傳統嘅還有啲做嘅時間，我哋會送案嚟獨居老人。啊，一個老人家，公司出啦，伊是後生嘅時間，伊係做老師，啊嘛。財氣嘛有嘛改風流啊，變嚟講對路卡路係無照顧啦，啊變嚟一定較老誒。當然細年誒都無想去照顧伊啊，因為伊就嘛感覺講媽媽俾伊欺負誒啊，是樣誒。啊當然我哋慈善團體看到係後面，啊我哋要聽書誒都係講，比伊有法度過生活，改善伊目前誒環境。啊，我哋送救嘅都有鋼琴嘅嘛，係嘛送嘅會2年啦。啊，結果有個老人家有一年都同我講，OK， 我好上禮拜颱風，對同我對電視狀況嘅，啊2個禮拜冇電視看嘅，啊我出去落背，年紀稍差唔多，同一個50、60歲嘅老人家喺度聊天嘅時間。有代溝啊，話題接唔上啊，啊，如果講甲我電視有發現嘅，甲可以麻煩同我幫伊台電視嘛，講唔怕，我顧得錢，我幫我時間，後面我一攰啊到歇飛嘅時間，錄一年送，我攰到傳統嘅時候錄一年送電視來，我下晝頭馬上去提掉嘅，啊掉嘅有過冇久，有同我講啊，其實我心度嘅都個鬱悶啊。我可能我嘅朋友全部佢走就走嘅，全部我嘅人，我馬上可以嚟走嘅。如果安尼念頭啦，啊我都同，嗰時我都打電話同一家屬通知，講一個阿伯可能心情唔爽快，佢可能需要人聲音嘅過來，啊村長咪要同我聯絡一個家屬，講希望家屬過來去看一下來。啊，我得到嘅答案係冇啦，啲老人家就安尼啦，伊主要如果生人嘅鬼皮啦，但唔即個唔是擔心啦。啊個我都繼續送餐，送誒差唔多1禮拜，啊老人家都真是自殺嘅，啊自殺嘅時間，當然我哋疼痛我哋會緊張，啊我哋每日都去到伊出醫院過來。啊，變嚟講無法度食飯嘅，啊伊咱開始安尼流質性嘅，得到牛奶還是粥安尼東西，咁我哋送餐我哋買送粥俾伊食，啊送嘅嘛差唔多會2個月，送嘅2個禮拜啦，啊家屬都講我哋講冇送嘅，啊伊等我帶阿伯去醫院嘅做回診啊嘛嘅，我哋唔是按摩hand啦。啊！結果我都過一陣日以後，無聲無息聯絡唔到家屬。啊！後面我又再去隔壁鄰舍問，隔壁鄰舍都同講冇呢，
上礼拜都出产迄个呢，因为我哋都感觉讲哦，其实我哋付出，慢慢讲我哋付出几多啦。如果2年了，我哋同一个老人家嘛有些把感情的，啊，只是讲也家属嘛对我哋去做，应该要同我哋通知一下，我哋提供吼一个老人家休眠的状况怎样啊。不是对阿克的呀故事里边，我都发现到讲，其实送传网络讲收复这一件事情，唔单止係一種付出，其實亦係同人對人之間嘅一種關係、一種建立。休息下，我等下我哋嘛有嗰度嗰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收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女仆爱情书慈善会嘅阿 Cat 同我哋讲，以这个影响过程嘅一啲国安嘅故事。哦，所以想问一下讲，因为其实同我讲嘅故事里边啊，我发现到讲，其实我哋应该讲，我哋爱情书做嘅事情唔单止係一啲付出，其實係一啲我哋講關係一啲建立，哈。其實送傳2年多多少少嘛有啲感情，哈，也變得也唔所以一個個案啦。如果真係送下人嘅長輩啦，好，你真係會有感情嘅。佢就唔難得，我服務咁多嘅一啲，我哋講個案嘅話，你啲行程睇有很用咯。像我行程大部分我哋會分日種、日出、日中、講日暝。啊，日出嘅時間我哋像我哋呢屋子，我哋喺暝正日流送，剛我點解我女僕嘅個案差唔多130倍，再加上社會處還是一條各機關轉來嘅一條個案，大部分一正日差唔多150分啦，150個案啦。啊，我哋日出嘅時間會一條職工全部會到我哋協會來吞數包一條屋子，啊包hết天一日我哋都出嚟老闆送一條屋子，啊送屋子嘅時間我哋都會想問裝批，唔等於乜個特別事嘅嗰東西嘛。哦，有的講哦，啲熱水壺發迄個，哦，還是乜個發迄個，我同人，我點解我同人講嘅啦？以前是人熟識啊多嘅時間，我發生講啊點解啲嘢都，人送人長嘅時間，一定啲嘢都馬上會同人講，講完以後我哋會同人哋資訊全部帶過來協會，我哋睇啲放嘅時間，我哋一共上台查出去，因為你不想算慢，算過太啦，啊我哋都出去送一條物資。啊，都順沙騰資訊收集過來，啊，收集過來嘅時候都差唔多日中嘅時候，我哋都開始來騰，我哋摸一條資源嘅方，我哋會去摸，去騰一條太空時摸一條東西，啊，我哋會發文過去都等於講，比等於講我哋去做乜嘅，啊，因為有老人家需要，我哋要去來爭取一個資源。啊，當然一條太公司看到我哋去做，一定會該分析會檢本我哋，啊我哋嘛會做一個成果照，送過去本一條太公司講，佢到時一定檢一條資源來吞水一條老人家。啊，一暝嘅時節，我哋如果去統籌，去募集我哋下正日要去發的物資，但係太有是我哋暝正日要去做嘅事情。佢像那個發的很多東西嘛，個做完呢，你這個有咁講，除非這個拄到很多無缺用嘅一啲個案來講，反正這個有感覺到講，其實我哋社會裡邊還是有一啲人其實係有貼依賴貼別人嘅天數啊啲事情。哦，也如我哋講嘅社會福利依賴者啦，哦啊，像一條。嘛唔可以講喺我哋政府搞快還是樣嘅，像有啲位佢後生20歲，啊來到我哋協會，伊都輸哪一種字，哪一款哦，也都低收入戶證明，如果講我來量東西，啊我都會教育一啲後生嘅，講有數有腳，哦，就算唔係低收入戶，我嘛唔會分物資，唔可能我也做志工，哦我哋。再來本一條物資，一定要出力，一定要做，好手好腳，唔可以靠一個
也种子去偷东西。伊咱咧观音路已经无，顶甲后生观音路已经变的啦。你讲啊，毋是做些，反正我有慈善团体，我有卖儿童的天书，顶解伊咱咧观音路已经变安尼？也都变咧讲爱咱，伊咱就请到爱咱那些，也很爱咱我去导正他们的观音。可是当初本的名单的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无独居老人的名单的时间，伊等下就伊能提供伊个中低收入户，无低收入嘅家户，但是伊等下年纪无算喺地方，嗰所以可能嘛有个年强嘅低收入户，係咪？錯。咁一般嚟講嘅話，唔會除了送我哋一般日常嘅物質以外，唔會特別去關心咧，就講，比如講，就按年強嘅大收入户，伊哋應該可以自家去尋工作啊，還是？錯，一個愛人有啲溝通過嘅，如講對自家無信心，你好想講對自家無信心啊，許多條價啲片做些，可能做了2-3年，可能做到條價無滿意，然後都很鬼休息咧，所以一定做些是都安尼斷斷續續啦，啊變一個無正常嘅收入來源，我嘛提人講講，就算冇做些。唔可以當藝人協起來，藝人嗰度寫條可以本做。雖然講冇錢，唔過唔能可以拿一條泡麵一條貴氣，最冇唔係有能力可以用這個，一部分都藝人都只有溝通即教育。同時慢慢地去培養自家嘅工作嘅自信心啦。因為真係有啲人可能睇工作嘅時間。可能工作嘅習慣，工作嘅方法，可能一擺，我本嘅條件去嫌久以後，伊就真是無自信嘅。但是嗰種對個人強度一出行業3歲嘅話，其實可能伊到20歲、30歲，伊到50歲、70歲，其實咪有50年咧。而唔係講像嗰種人，其實喺到退休以後，可能變成我哋咧中低收入户，嘅可能嘛，能都已就離開下人世差唔多20年，或者對一個年輕人都開始變成我哋咧大收入户嘅嗰度年輕人嚟講嘅話，真是愛除了俾伊啲資助以外，其實最重要嘅係教一點開始愛用去工作，對工作上面自信心。咁像人都一直都更加嘛要按到自工嘛，按人最近有乜個發通冇？我哋也蠻。預計9月份中秋節的時間，因為我哋從年初的時間，如過年的時候過農曆，我去送到太湖上有一個馬伯伯，伊都同我講，理事長，一個山頭，一個部落，一個山頭有睇睇不用自拋的哦，這邊又不用自拋的哦，過農曆度我人啊好肉的真是都無效的。以前佢起眼鏡過去，提燈淋一杯，吊農曆淋一杯酒，安尼歡喜過日的。人家落嘅乜個奈落去唔得的，連天洞茶去都去唔得的，都麻煩的。真是的，佢一路講過生氣的話啦，都上愛吃沙丹用的啦。當然我哋唐段的方案都安慰啊，都想講咁冇經驗，中秋節。剛來來山東方接唔得，嗰同其他一度獨居老人全部都接出來，當我哋協會啲片，我哋就做派嘅烤肉，本大家一度老人家互相認識，可以擦出乜嘅火花嗰出來冇安尼。當然就有啲理由，就有啲節日，有啲理由，睇緊人窮下，睇緊人窮下烤肉嘛好啦，打鬥士嘛好啦，至少。唔好感覺到比感覺到講，伊嗰種同我哋嘅沙飛已經完全脫離嘅，已經完全脫離。所以唔知個做到更加來講嘅話，嘛5年咧，5年其實對嗰度企業來講嘛係一種算是一啲做嘛有一些成果嘅，但是行到未來嘛開始可以想講下一步嘅一啲開始計劃開始，對未來無論講下一步嘅計劃，你有乜個打算？點解協會點解睇到省搶的居家服務一部分？因為我哋做一個慈善，像同埋之前有講嘅，社會處嘅掌櫃度親困難的安尼，環境該有做嘅。
全部我哋去处理以后，当然后面路迄本也着长照中心也着居服单位去做维持的一个工作啦。啊，结果我哋出去以后，半年规下去一看，环境又开始恶做诶，将慢慢向我哋又整理一个安尼特别新的沙发哦，改好的沙发。半年后我哋去，你根本路已经改恶做诶。根本就无摕咧维持遐个环境啦，啊，所以讲，我哋遐非常我想讲，敢无我哋即家来做居服，啊，遐个资源我哋嘛有，甲我哋用我哋即家能力，用我哋即家能力，吼，还有能力，我哋来做，可以更切实去服务到遐个弱势，因为我抢遐个资源呢，大部分都系我哋咧弱势团体啦。啊，之后我哋假使真是做好了以后，会找顿日照中心，还是以后会安养院一部分慢慢的去发展安尼。但是可是要做我能够居家服务的时间，一路变成另外的专业的哦。好，第一也要个服务员，也数位训，好，其实都完全冇同样的，同时也要后波我能讲行政组织，其实都够太呢。可是你这个有打算讲，其实还有一部分行业也要个专业的伊个，能够居家照护也一块都出来。有，因为也开我哋用我想做，因为毕竟我做也部分的协调嘛同社工有关系，下面我有到美好大学去继续读书啦。啊，也到读书，社工系毕业以后又在读双语研究所，当然上面呢也到。有先去继续读下伊个，当然大部分都系唔系像我哋安尼机构嘅，一条领导来讲，啊我哋都有安尼互相嘅相同嘅观念，啊相同嘅观念我哋都讲甲，既然我哋已经可以做到安尼，我哋往我们的专业再去做，用一个专业我哋去服务一多年。啊，当然也得唔讲咧，也得专业人士全部都去听下去发展咧。对，开始照顾爸爸开始，一直都更加希望讲可以对双不子慢慢的开始去照顾，做伊个自家照顾，最尾可以变成一个爱用人。啊，相信对阿克的爸爸来讲，我把伊天嘛可以提天空，嘛我感觉到讲，其实阿克做一件事情，伊嘛我感觉到可以共用。今日佢感谢阿克的那香港方向安多唔同爱心数字相比的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观众朋友，大家。有时下我在听下等时间来看来运通。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